今日繼續分享 iPhone 嘅影相功能，咁個教學咧有啲長嘅，記住睇到尾啊，分分鐘成為影相高手噶。第一樣5種基本拍攝，撳一撳啦，拍攝，跟住撳實就錄影，然後撳實向左就係連拍，撳實向右就可以同時錄影，跟住按白色點就同時影相啦。第5就係撳實嘅相機向上向下可以 zoom 遠近。第2就係自定錄影背景音樂，首先撳實，然後向右拉啦，跟住右上角拉下控制中心，然後撳播放音樂。咁樣你拍攝嗰陣呢，就可以有自帶嘅播放音樂咯。第3倒數拍攝，咁首先喺影相位度揀翻計時器啦，然後揀翻時間。咁呢個功能就冇人幫手影相嗰陣可以用啦。第4暫停拍攝，咁喺拍攝嘅途中呢，左下角就會有個暫停位嘅。咁呢個暫停位呢，就可以切換畫面，然後繼續錄影。咁樣呢，就可以拍出一條唔同畫面又有連貫性嘅短片啦。第5拍攝翻譯，咁你喺拍攝嗰陣呢，右下角揀掃描，然後左下角撳翻譯，咁就可以即時翻譯噶啦。睇完係咪好想攞部 iPhone 即刻出去影相呢？記住分享俾啲好中意影相嘅朋友啊！其實 iPhone 嘅影相功能咧，其實好貼心嘅，每一個功能都好令到你用得嚟好有效率，同埋非常之實用嘅。咁今日嘅分享到呢一度啦，咁大家記住 like 同埋 share。